是你的光，海莉，剛剛好療癒你，親愛的。我知道你心入邊仲圍繞住嗰個人，嗰啲話，如果佢心入邊有你，山萬水都會為你趕嚟。所有嘅唔明白，只係佢唔想你哋之間唔係冇緣分，只係有人唔願意。女，唔好再為難自己啦，你嘅愛如此珍貴，唔應該浪費喺唔好浪費喺為別人揾藉口上。讓我的光令你照亮前方的路，讓塔羅牌告訴你真相，亦都幫你揾翻自己嘅力量同埋價值。現在點擊下面諮詢連結，讓我為你抽一組牌，讓我哋一起將把能量從過去收回來，放過自己，走向幸福。祝福大家，我愛大家，記得關注我，你會越嚟越幸福。我係海莉，你的光，我們諮詢中見。